娘娘，您看，奴婢给您新包的柚子。这段日子啊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是思前想后啊，这一切都是我怀了孕之后才开始的。娘娘，女人生了孩子呀，难免会抑郁，这都是正常的呀。女人得产后抑郁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不可能啊。哎呀，我觉得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事业不顺利造成的，啊，才会失去了男人的自信，那方面才会出现问题。看来，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事业给搞起来，这样才能两手都抓，两手都硬。抓？娘娘，你要怎么抓呀？哼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先借着你和赵王的关系，把赵王拉过来，嘿嘿，这样我也算吃了一颗定心丸了。赵王，娘娘，赵王他要模样没模样，要钱没钱，要能力没能力，您拉他，还不够给自己添麻烦的呢。你可千万别瞧不起赵王啊！我跟你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好歹人家也是个王爷啊，也有一方的势力。再说了，要想加速我前进的步伐，越多的势力支持我，越好。我为你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是不想来的，可是昨天皇祖母问我和绿篱的感情怎么样了，我却答不上话来，他就让我每隔3天来一次，和绿篱培养一下感情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哎呀，就算你不来，我也正要去找你呢。趁着绿篱出去了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。又有事情交代我？这个第一呢，绿篱可是我的一块心头肉，把她许配给你，我是100万个不愿意。你要是敢对她不好，小心我不放过你啊！这第二，你要是再跟那个江一月还有什么发展的话，哎，娘娘，我对着那个榴莲发誓，我对江映月已经没有了半点私情。少跟我来这套。哥们儿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还想跟那个江氏有点什么，也没关系，不是不可以，但咱不能让绿篱知道了，免得她伤心啊！哎呦，娘娘，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那你知不知道皇上这段时间又去幽兰殿了？干什么了？嘿，瞧瞧你急的，还说你跟他没有半点私情。嗨，我这是好奇的感情，好奇的感情不是什么儿女私情。皇上去幽兰殿，可是对江映月又有什么想法？怕就是怕你这个前妻快成你弟妹了。我呸！你们这个圈子太乱了，就连我这么开放的人，我现在都已经接受不了了。娘娘可是又和三弟置气了？谁跟他置气啊？是他跑来气我的。哎呀，娘娘，皇上在我们兄弟几个人当中，他的心性城府是最深的，你最好不要得罪他好。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。哎，来，过来。哎呦，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他不好得罪，所以我呢才想拉你入一个联盟。联盟？都谁呀？有蝙蝠侠杨言。还有美队九王。现在又多了一个你，绿巨人。感觉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加入？给个痛快话。要加入也没问题，因为现在宫里的大帮小派都不带着我玩，你让我加入也是看得起我。只是，你还有什么好指示的？只是从宛江那事件回来以后，皇上做的种种事情，足以见他的为人和心性之深。所以，娘娘，咱们也不是外人了。
我劝您啊，在皇上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该让就让，这样也方便你日后有一条求生之路可以走。这就是我所说的两条腿走路。你说的我有一点明白了，不过现在要紧的是，我得把联盟的人加在一起，咱们见一面。都没有了，你走吧。绿巨人，我琉璃，喂！不知皇上命臣弟来，所谓何事？云溪战事迫在眉睫，不知九弟认为，让哪位将军平定战乱，较为妥当？朝中各将领之中，值得信任又有远征经验的，当属兵部尚书张放了。让皇后的父亲远征，怕是会伤及皇后的感情吧？这杨将军也有经验，而且也是值得信任之人。为何九弟不推荐杨将军呢？这朕只是想看看你们会如何对待此事。对于此事，朕早已有了定夺。强公公，奴才在。宣旨，命杨玉大将军率10万。